廣東茶樓四大天王之一嘅叉燒包，今日分享一個家庭版嘅詳細做法。外皮鬆軟，餡料鹹香入味，個個開花，屋企人食到讚不絕口啊！中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先嚟炒個餡料，鑊度落啲底油啦，倒入啲洋蔥粒，先將洋蔥炒出香味之後，再倒入三肥七瘦嘅豬肉餡。我呢度係8兩嘅豬肉配咗半隻洋蔥。爆炒出油脂，炒到佢表面焦香之後，落一瓶蓋嘅好朋友，少少薑粉去腥，調味具體嘅配俾我打喺屏幕度，你乜低佢照住抄作業，整出嚟就同出邊食嗰啲一樣咁好味噶。翻兜均勻炒出醬香味之後，倒入1碗清水，冚蓋轉中火燜佢10分鐘到，時間差唔多就開蓋轉大火，俾啲生粉水落去埋個芡。翻炒到咁樣濃稠掛漿嘅狀態，餡料就準備好啦。稍為攤凍一陣就放入冰箱急凍層，凍佢一陣，一陣間包嗰陣時就唔容易流晒啲汁水，好包好多噶。跟住就到麵團嘅部分，250毫升嘅純牛奶加入75克嘅白砂糖，佢可以促進發酵同埋鬆軟噶。7.5克內高糖嘅酵母，將佢哋全部料勻勻之後擺埋一邊備用。我哋喺屋企整俾自己食呢，就唔會添加啲蛋糕油啊、塔塔粉嗰啲噶啦。想要佢口感更加鬆軟呢，將中筋麵粉換成低筋麵粉。我呢度係1斤嘅低筋麵粉，就加咗7.5克嘅泡打粉。泡打粉要買呢啲無添加鋁嘅雙效泡打粉。跟住倒入調好嘅牛奶酵母液。想要個包更加白淨啲呢，可以加翻1匙羹嘅白醋，佢唔會影響發酵噶。再加多12克嘅豬油。先用筷子將佢哋料勻勻之後，戴上手套落手去搓佢，搓到佢手面盤都乾淨晒嘅時候，就轉到麵墊嚟搓。搓麵嘅過程大概需要15到20分鐘，好似洗衫咁樣嘅手勢嚟搓佢，以搓到表面光滑為準。屋企有機器嘅話呢，可以用機器嚟代勞，唔使等佢發酵噶啦，直接搓成咁樣嘅長條，分成45克到1份。分出嚟嘅麵團再幫佢排一排氣。碌完之後用支麵棍嚟開皮，整包嘅皮唔使太薄噶，做佢2、3個自己就會好熟手噶啦。放入啲餡料之後，想要個饅頭個個開花呢，好似我咁樣，先捻出個三角形，中間呢度要將佢捻緊捻實，剩翻個3條邊都要捻實佢。如果唔係一陣間一發酵完呢，佢就裂晒開嚟噶啦。捻成咁樣嘅三角包之後，用個手指喺中間撳落去，剩翻個3邊呢向中間收埋。捻住個頂部3條邊都咁樣收一收口，包出嚟呢有啲似三角粽咁樣，放入鑊度等佢發酵15到20分鐘到，跟住大火蒸佢8到9分鐘，咁樣整出嚟嘅叉燒包個個都肥嘟嘟開晒花噶，非常之鬆軟，啲餡料又好香口喎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啦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。